有一位罗西亚的水上芭蕾舞者，伫台湾20多天啊，甲超过上百个身心障碍囡仔练水上芭蕾。伫咧去年，伊本特别用台湾名义去到东京表演，却因为疫情关系来取消。不过，因也是继续拍拼练舞，是相信讲起平卡是徛久的人个。 很棒。茱莉亚老师伫咧岸边带一寡有唐氏症、自闭症、身心障碍囡仔，先伫咧水内底练芭蕾舞的基本功夫。一般的囡仔嘛对因做伙练。喜欢后翻滚，觉得很心情很愉快。 Sometimes it's tiring. And what is the most challenging part for you? Like when you do like that in India. 这个囡仔有对加拿大、法国、美国、英国和洛西亚来的，因无分你甲我，斗阵合作，家长也真欢喜看到因的成长。 Don't you like swimming? A little bit. 有一点. But for her, because she's shy, another aspect is getting her to become more social. 最少的钱爱当学着种好的课程，因嘛透过学习，较袂退化。 自本这阵身心障碍囡仔要伫咧去年东京艺术游演节以台湾的名义参与国际竞赛，不过因为疫情无法度出去，这阵茱莉亚老师有关固定每礼拜义务带因练舞。 The biggest achievement 是快乐的孩子。你今天看到了很多孩子笑，很多孩子有快乐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也会做好的事。 对罗西亚来，今年45岁，茱莉亚伫台湾20多天，是中华民国水上芭蕾舞协会的创办人，陪上百位特殊需求的囡仔练舞。伊讲，最终芭蕾美感就是团結合作。 It's an instrument to unite different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different background, different abilities. It's a kind of platform that unites us. 这几档茱莉亚也伫咧台湾办身心障碍水上芭蕾舞的国际公开赛，邀请各国选手交流。未来也会继续推广，让水上芭蕾列做帕拉林匹克运动会的竞赛项目，望这寡行比别人较慢的囡仔，会当伫咧水中展现自信甲优雅，也和世界交朋友，行出更较快的路。记者阿美金曾海文台中报道。